安几位学者的理论分享呢，接下来我们将聚焦香港本地的实践经验。本环节是一个机构分享与对谈，主题是香港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务的创新和实践。我们非常荣幸呢，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健康及人类发展学部社会工作系讲座教授黄富强教授担任本环节的主持人。黄教授是精神健康社会工作领域的杰出学者，在家庭治疗和预防青少年自杀方面有深入研究和丰富实践经验。他将与3位在香港前线服务深耕多年的专家进行对谈，他们分别是东华三院何玉清教育心理服务中心的教育心理学家陈俊彦先生。陈先生具中小学教本教育心理服务的丰富经验，他于2022年开始与香港浸会大学合作推行青少年情绪抗逆力计划，积极在中学推动情绪抗逆力及早识别计划和介入小组课程，照顾初中学生的情绪健康需要。香港心理卫生会的服务经理潘庆泰先生。潘先生为专注精神健康服务的注册社工，累计逾10年临床实务经验，曾服务于院舍及社区精神健康单位，涵盖个案辅导、治愈性小组及跨专业协作等范畴，以及寻道卫理杨镇社会服务处的资深临床督导戴晓宁女士。戴女士曾领导多项关于学校社会工作、青少年综合服务及社区精神健康服务等重要项目，致力建立稳固的临床框架，并强化前线同工的实务能力。本节演讲将以广东话进行，如果您需要字幕辅助，可以点击 Zoom 工具中的显示字幕或 CC 按钮来开启。现在，让我们將時間交給黃教授和各位嘉賓。好多謝3位同事嚟到幫我哋講呢一個課題啦。其實我哋今次咧就係3位同事首先咧就會簡單去講翻佢哋3個唔同嘅項目嘅內容啦。跟住我哋一個時間咧就大概15分鐘度咧就係一個大家交流嘅時間喺最嬲尾嗰度嚇。咁就不如時間嘅關係咧，我就請陳生好唔好啊？陳俊賢先生咧，幫我哋先講一講東華嗰方面咧，佢哋嗰個 project 個情況，好唔好？唔該晒。好，Hello，咁多位大家好啦，我係 Neo，咁嚟自東華三院何玉清教育心理服務中心嘅教育心理學家，非常多謝黃教授嘅團隊嘅邀請啦，亦都好開心今朝有機會咧參與係一個即係咁 stimulating 嘅一個 conference 裏面，我聽到好多即係由唔同角度啦，同埋唔同嘅 intervention 喺唔同嘅地方咧，去到支援同學仔嘅一啲即係情緒健康嘅一啲 program 啦，都有抄咗唔少筆記啊，喺度學緊嘢嚇。咁今日咧有機會咧就係去到分享下我哋中心即係喺學校裏邊咧去支援同學仔嘅情緒需要，我哋做嘅 program 或者我哋用嘅方法會係點咧咁樣。主要都係講我哋喺學校裏邊咧，其實我哋係好想用唔同嘅 program 咧，去主要去建構一個學生情緒支援嘅網絡。今日咧就主要咧會講2個嘅 program 嘅，第一嘅就係一個青少年情緒抗逆力嘅計劃啦，另外咧就係亦都會講一啲學生大使培訓嘅計劃。無論係啲乜嘢嘅計劃都好啦，我哋主要核心嘅諗法咧，就係我哋係喺學校裏邊咧去深耕細作，去到喺學校裏邊咧支援同學仔，即係一啲情緒嘅需要。今日帶嚟嘅2個計劃咧，我哋都有其他唔同嘅即係支援服務，但今日咧我諗我哋個重點咧，在於我哋點樣去及早識別啦，同埋預早去預防一啲咧，即係同學仔出現一啲情緒困擾嘅情況。有一啲咧就係非常之 structure 嘅，即亦都係有晒 manual 嘅咁嘅一啲 intervention， 亦都有一啲咧就係學生自發嘅，以學生為本，佢哋自己去放一啲 idea 落去。咁希望咧俾大家去一齊討論嘅就係唔同嘅角度咧，可以點樣去支援到同學仔啦。咁先講咧呢個青少年情緒抗逆力嘅計劃咧，就其實就係同阿 Danny 一齊去合作啦。我哋用一個以6個 domain 去支援同學仔嘅情緒抗逆力，當中咧就包括去加強佢哋嘅情緒彈性啦、應對能力啦，仲係點樣去善待自己、共通人性，以及咧就係關顧到佢哋嘅社交支援啦，同埋家庭嘅支援。用呢一個嘅情緒抗逆力嘅模式咧，我哋放晒喺我哋話 Tier 1、2、3，即係無論係全級嘅一個支援啦、小組嘅支援啦，或者係有需要同學仔我哋轉介去一啲個別嘅支援咧，都係有呢
呢方面嘅介入。咁整個嘅情緒抗逆力嘅校本支援計劃咧，我哋都係以一個認知行為治療為一個 framework 啦，希望咧透過 CBT 去到即係幫我哋咧去設計呢個計劃嘅。咁其實呢個計劃咧，我哋係亦都幫升中適應嘅同學仔咧。頭先聽到其他嘅學校啊、地方啊、講者啊都有提到，就係每一個轉變啊，即係其實對同學仔嚟講咧，都可能承受一啲嘅困難或者係壓力。咁我哋亦都真係喺前線工作嘅時候咧，累積到呢一方面嘅經驗咧，見到同學仔面對中一即係升中一呢樣嘢咧，可能佢都真係或多或少咧係一個時間，我哋可以去即係幫一幫手啦，喺情緒嘅適應方面。咁所以咧，我哋由開學開始咧，就已經會係為中一嘅同學仔咧去派一啲嘅升中打氣包啦。咁呢一啲嘅打氣包入邊咧，其實都會有一啲促進佢哋社交支援啦。問頭先話，同埋一啲家庭支援嘅一啲方法啦，亦都有啲減壓嘅方法咧，俾佢哋嘅。然之後咧，會有一啲心理嘅教育班課啦，就係同全級嘅同學仔做嘅。亦都有一啲及早識別嘅問卷啦。呢個問卷咧就係我哋同黃富強教授嘅團隊咧一齊去制定啦。用18條一個快速嘅問卷方法咧去睇下同學仔個抗逆力有邊啲係比較好嘅，有邊啲咧係比較弱嘅。弱嘅同學仔咧，我哋會請佢喺整個學年裏邊咧去參加一啲介入嘅工作。我哋覺得喺呢一個情緒抗逆力嘅計劃裏邊咧嘅一個特色就係我哋可以用同一個framework 即係同一個情緒抗逆力嘅 framework 咧，去到完整地做晒即係呢4個唔同嘅 intervention。呢個有咩好處咧？就係當然就係我哋以即係理論為本啦。我哋知道呢個係 empirical base 嘅，我哋知道呢啲嘢係有效理論為本，知應該可以幫到學生嘅。另外就係咧，對於我哋去創造整個校園去提升抗逆力嘅氛圍咧，其實係好大嘅幫助。因為同學仔譬如講話我哋講善待自己共通人性社交支援佢哋喺唔同嘅地方咧都會聽到呢6個 domain，就好似全年或者全間學校咧，大家都好關注呢6樣嘢啦咁樣。咁咧，對於佢哋嚟講咧係比較深刻啦，同埋咧佢哋其實當佢去體驗，即係去感受呢個情緒抗逆力嘅提升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啲共通嘅 language 嘅。咁我哋會細緻講下所謂升中嘅打氣包又點樣連結到即係呢個情緒嘅抗逆力咧。當中咧打氣包我哋呢一年咧就係着重一個即係朋輩之間嘅連結啦，所以會見到咧當中係有一啲小嘅玩具，每個玩具咧都係全部咧都係有啲社交嘅元素嘅。我哋咧係期望佢哋可以用呢個玩具咧去到同其他人一齊玩，就多啲有同其他同學仔連結嘅機會啦，亦都有啲減壓嘅方法去到嘅 tips 咧喺入邊寫咗俾佢哋啦。另外咧就係有家長嘅教育嘅部分，我哋有一啲即係俾家長嘅 tips 咧，亦都係喺個打氣包裏邊有嘅，希望咧可以間接地鞏固即係佢哋嘅家庭支援啦咁樣。去到心理班課咧，就更加對焦頭先嗰6個 domain 啦，因為咧我哋會抽一啲即係 domain 出嚟咧，去組成一啲嘅班課啦，包括可能係一啲你會見到我哋將即係情緒彈性善待自己組合成一個單元喺一課裏邊咧，去同同學仔有啲互動，透過一啲小嘅遊戲問答咁樣咧，去到同同學仔一齊進行活動啦，喺班入邊，或者咧我哋亦會將應對能力啦、支援網絡啦組成一個班課啦，希望咧發掘同學嘅內在資源。頭先咧聽咗一個以 strength base 為本嘅一個 intervention， 其實咧喺呢度咧亦都係我哋亦都認同見到就係同學仔自己本身都有好多資源，希望咧透過我哋嘅班課咧再進一步去幫佢哋擴闊，同埋俾佢哋見到原來佢哋身邊自己嘅資源亦都係喺度嘅咁樣。咁咧另外咧就係我哋會為全級嘅同學仔咧做一個及早識別嘅問卷啦，就好似頭先咁講嗰個問卷咧，幫我哋知道有啲同學仔抗逆力好啲，有啲同學仔咧抗逆力弱啲，甚至係喺嗰6個 domain 咧，其實每個同學仔都有上有落嘅。有啲人咧可能係某一個可能係佢嘅情緒彈性會好啲嘅，但有啲同學仔咧可能係個社交支援會弱啲嘅，都俾大家咧去知道同學仔嗰個 profile 係點樣，邊一個方面需要去介入支援多啲咧，咁樣都幫學校咧去設定之後落嚟嘅活動。如果真係抗逆力弱啲嘅同學仔咧，我哋就會用一個小組嘅形式去到支援佢哋啦。咁所以咧就會邀請佢哋嚟到8節嘅小組，咁每個小組咧就會有大約10位同學啦。咁佢哋咧就會一路咧去同我哋嘅社工同事心理學家咧去做一個小組，希望咧可以提升佢哋嘅抗逆力嘅。
少少分享24、25年嘅數據啦，有225位同學仔咧，佢哋係參加咗小組。咁我哋咧見到參加咗小組嘅同學仔咧，喺 GHQ 個分咧係低嘅，即係會降嘅，亦都係呈一個顯著嘅水平啦。即係話呢啲同學仔咧喺一個即係精神健康嘅狀態咧，其實佢哋係有一個明顯嘅進步嘅，而且個 effect size 都去到0.6啦咁樣。如果係我哋講翻我哋 ER 啦，就係因為成個小組都想去提升佢哋嗰個情緒抗逆力嘅，咁亦都係有一個明顯喺數據上面嘅進步啦。咁呢班嘅同學仔咧，嗰個 ER 嘅提升咧係可以去到0.79啦，咁都係一個唔錯嘅 effect size 啦，咁樣。咁所以我哋知道咧，當我哋用咗即係一個 ER 嘅 framework，呢啲同學仔咧邀請佢哋入組咧，的而且確可以某程度上提升佢哋嗰個抗逆力啦，同埋就係幫佢哋減輕佢哋嘅精神健康困擾嘅咁樣。好開心見到咧，即係6個 domain 咧都喺我哋嘅小組發揮作用㗎，即係話咧。頭先講話嗰6個唔同嘅範疇，無論係emotional flexibility 咧，嗰個情緒彈性啦，佢哋應對解難能力啦，對自我關懷啦，共通人性啦，家庭嘅支援同埋社交嘅支援咧，都係喺小組完咗之後咧，有一個明顯嘅進步嘅。咁啊，我哋都覺得即係一路去做一啲嘅小組啊，或者係頭先講話我哋去同學校做一啲識別嘅問卷啊，其實我哋嘅同事都一直去努力嘅。咁但係即係我哋亦都同時間希望咧，即係淨係靠我哋嘅同工亦都唔足夠啦。咁我頭先都有聽就係唔同嘅 intervention，其實我哋都有做一啲 train the trainer。咁我哋喺呢度咧，亦都係着重即係一個 train the trainer 嘅培訓，希望咧可以透過支援學校裏邊嘅社工啦，或者係心理學家咧，再去將呢一啲嘅問卷啦，或者係小組嘅課程咧，去帶俾同學仔嘅喺學校裏邊。咁所以咧，我哋由24年開始咧，就係將問卷做咗一啲應用嘅工作坊啦。咁啊訓練即係社工啦，同埋心理學家同事咧，去到用呢個問卷，亦都有做一啲嘅小組導師嘅培訓啦。就係希望咧一啲社工啊心理學家同教育局合作之後咧，我哋可以有啲老師啦，咁佢哋可以去學咗呢個課程係點樣帶。咁啊，亦都為咗幫助大家咧，去到即係帶呢個小組嘅時候更加流暢啦，同埋都係一個結構化嘅一個訓練啦。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出咗一個 menu 嘅。咁我哋將我哋嘅心得啊，或者係喺帶組時候需要留意嘅嘢咧，都擺咗喺 menu 裏邊。咁咧就透過一啲嘅小組導師培訓咧，我哋咧就將佢帶俾老師啦、學校裏邊嘅社工啦，希望大家咧可以一齊咧用呢一個嘅小組去到支援同學仔嘅情緒健康嘅需要。咁啊，好快咧，我哋講咗即係一個青少年情緒抗逆力嘅計劃。呢個計劃咧個特色咧就係在於我哋係 manualize 嘅，所有嘢咧都係喺實證裏邊我哋見到有效啦，同埋我哋係基於理論嘅基礎去到開展嘅。但同一時間咧，我哋今日亦都話有冇一啲係同學之間我哋話organic 啲嘅嚇，係佢哋之間透過互相朋輩嘅力量咧，都可以介入到同學仔嘅精神健康進步得到咧。咁呢個都係我哋非常之重視，所以我哋咧係其實有好幾個計劃咧，去到做一啲學生大使嘅培訓，包括咧就係我哋話真心 bond 啦，我哋會透過邀請一啲有情緒經歷嘅人士去同同學仔對話啦，而且唔係一次嘅，佢哋咧會透過可能都有4、5節嘅一啲情緒支援嘅一啲工作坊啦，去學習點樣去關懷佢哋嘅朋輩，或者點樣去關懷自己啦。另外咧，亦都有一啲係以展覽嘅形式嘅，譬如我哋揀咗有一年咧，就係我哋會以睡眠衛生啦，同埋身心健康作為一個主題咧，喺學校裏邊擺一個展覽。而呢啲展覽咧，就唔係由我哋嘅同事咧去直接去講解嘅，而係我哋會一路擺展覽嘅之前咧，我哋去培訓一班學生大使。呢班學生大使咧就會喺個展覽裏邊咧幫我哋咧，就係去到同同學仔咧一齊去講解呢啲嘅睡眠衛生啊，或者身心健康嘅。另外最後咧，亦都有一個嘅我哋話 Project Soothe 啦，叫進心靈嘅計劃。呢個計劃咧就係以慈悲聚焦治療 CFT 為基礎啦。咁主要咧就係透過睇一啲相片咧，希望可以令到人更加平靜啦，促進同學仔嘅心理健康啦，同埋幸福感。咁咧就特別講咧，就係呢個 Project Soothe 咧嘅呢個活動啦。咁其實咧佢咧就係有好幾個部分嘅，就係當中咧會有啲校本嘅工作坊，我哋會將呢一個聚焦慈悲聚焦治療啦 CFT 咧去帶俾同學仔，話俾佢知其實我哋有啲乜嘢係可以
去培養我哋嘅點樣可以好好去善待自己啊，或者係我哋話提升個 self compassion 啊，去對自己好啲，去即係令到我哋嘅精神健康有咗進步。然之後咧，亦都有啲聯校外出嘅培訓啦。最後咧，佢哋會將佢哋學到嘅嘢咧，用佢哋嘅形式咧，去介紹俾其他同學仔，或者咧，用佢哋嘅形式咧，去帶領其他同學仔咧，點樣喺校內裏邊咧支援大家嘅身心靈健康嘅。咁我哋可以睇下啦，就係所謂嗰個 CFT 咧，我哋有一個好核心嘅一個理論嘅模型咧，會帶俾同學仔嘅，包括就係我哋裏邊咧會有個 drive 啦，有個 threat 啦，有個 soothe 嘅 system。其實就係話我哋點樣可以將呢三個 system 咧可以平衡得到啦，或者咧點樣可以刺激到我哋個 soothe system 啦。喺活動裏邊咧，我哋會請同學仔去形容下一啲佢覺得自己係點樣嘅咧嘅一啲形容詞。我哋見到咧唔少嘅同學咧，佢都會有或多或少批判自己嘅嚇，即係譬如話自己係小氣啊、肥啊、有選擇困難症啊呢啲嘅。咁我哋亦都係用呢個機會咧，希望去俾佢哋知呢啲負面嘅聲音咧，喺我哋裏邊咧，其實唔或多或少都有嘅，每個人都可能有啲。而啲負面聲音咧，亦都有一定嘅作用。但同一時間咧，我哋亦都要提升我哋嘅安撫系統，就係頭先綠色嗰個 soothe 嗰個原型，去做自己嘅好朋友嚇。好似我哋對好朋友咁樣對自己，然之後咧再推己及人，將呢一個嘅對自己好嘅呢一個諗法或者呢個感覺咧，去帶俾其他人。其實咧，呢一啲嘅 soothe 即係點樣可以所謂善待自己，我哋就揾唔同嘅方法同佢哋做一個練習啦，包括一啲呼吸練習，我哋會有啲熱朱古力嘅呼吸練習，去請佢開啟佢嘅五感啦，好好去品嚐呢個熱朱古力，等佢揾到一個咧安撫嘅感覺。亦都有一啲嘅情緒日記啊，寫低下日記啊咁樣。咁咧就另外咧最主要核心咧就係頭先講啦。透過喺研究裏邊話，我哋知透過睇一啲相咧，亦都係有機會幫我哋咧可以去平靜到嘅。咁呢啲相咧就係同學咧會喺呢個 project 裏邊咧去發掘佢哋睇到即係呢個世界美好嘅角度啦，咁影低佢啦咁樣。咁呢啲咧都係同學嘅作品，亦都有佢哋自己嘅一啲caption 啦咁樣。咁咧就喺聯校嘅活動裏邊咧，其實佢哋就會有呢啲唔同活動嘅經歷啦，亦都係透過睇唔同嘅相或者去發掘唔同嘅相咧，去感受一下，去多啲感受一下嗰個 soothe 啦。另外就係因為牽涉到影相啊嘛，咁所以咧喺實質嘅技巧上咧，我哋都有即係專業嘅攝影師就帶同學仔咧，就係點樣去，就算佢眼或者感覺到一個好嘅角度，點樣將佢capture 低咧，點樣將佢拍攝落嚟咧咁樣。最後咧，同學仔咧就會即係影咗一啲佢哋自己嘅作品啦。其實喺成個過程裏邊，個作品即係當然都有好多身邊嘅人會鼓勵啊、支持啊、讚佢啊，覺得佢哋影得好啦。但係我哋見到咧，同學仔去揾呢啲角度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真係或多或少可以睇到即係身邊嘅嘢咧嗰個美好嘅一個角度啊，或者揾嘅嗰個過程咧，其實都已經對佢哋嚟講咧係幾 soothing 嘅都。最後好，咧，佢哋30秒。佢哋會將呢啲作品咧，就係帶俾佢同學仔咁，所以呢啲咧就係用佢哋嘅形式，會見到喺唔同嘅學校咧展出嘅形式都係好唔同嘅。因為咧呢啲都係佢哋自己去諗點樣去擺咧，係為之佢哋覺得合適啦。有啲同學仔會設計一啲 poster 啦，甚至一啲嘅 souvenir 咧，去帶俾同學嘅。咁有啲同學仔咧，亦都會諗就係點樣可以喺啲相嘅背後再加一啲 message 去關懷其他同學仔，去寄俾同學咧，所以會見到有啲郵箱喺個展覽裏邊啦。最後咧就係我哋更加開心見到咧，有啲學校即使完咗呢個 program 冇再參加都好，其實同學仔咧或者學校咧，佢哋會自發繼續延續呢啲 program，俾我哋知道咧，即係原來我哋喺學校裏邊做一啲即係精神健康嘅推廣咧，其實已經去到同學仔自發或者學生自發嘅一個階段。咁呢啲咧都係我哋希望透過鞏固學校嘅系統可以做得到。最後咧就係今日咧主要都係講點樣喺學校裏邊盡量將情緒健康去標籤化啦。今日有其他講者都有提及到，咁同埋就係從一個普及性、預防性同埋介入性嘅角度咧，去慢慢去介入。就算同學仔之間嘅一啲活動咧，其實我哋都希望有唔同嘅角度去介入咧，就睇下有啲乜嘢嘅角度係同學仔覺得合適嘅，咁佢哋就會更加用佢哋嘅力量擺埋喺裏邊咧，去幫助身邊嘅同學。咁我今日嘅分享就去到呢度，多謝咁多位。唔該晒陳先生。誒、我哋留翻嗰啲問題咧，喺最嬲尾嗰個環節先至一齊去問啦，好唔好啊？咁我而家咧就想將個時間咧交俾阿潘先生啊。
潘慶泰先生咧去講關於佢哋另外一個都係好有趣嘅一個即係 projects，OK？咁我不如將個時間咧先交俾Tyson 好嘛？OK，唔該係。晒。好，唔該晒黃教授，係大家應該聽到我講嘢。OK，好，唔該晒。咁咁多位嘉賓、老師同工，大家好。咁都好多謝黃教授，同埋好多謝香港浸會大學邀請香港心理衛生會參與今次京港大學聯盟論壇嘅。係啦，咁我係 Tyson 啦，咁潘慶泰嚟自香港心理衛生會，都負責我哋機構嘅青少年嘅精神健康服務發展啦，同埋 TrueLab 嚟緊會介紹呢個項目嘅督導工作。咁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紹嘅呢一個項目咧，唔單止係想做個服務介紹啦，都好希望同大家可以探討到呢一個計劃點樣透過科技嘅體驗、校園嘅介入、青年嘅參與同埋跨界別協作，咁樣可以去推動到一啲預防性青年精神健康服務嘅發展。咁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同大家一齊即係為思考兩地嘅青年精神健康服務有一啲嘅實務經驗同埋一啲嘅交流嘅，係啦。咁喺開始之前，咁少少簡單嘅背景啦。咁近年香港青少年面對嘅壓力其實好複雜嘅嚇，包括學業啦、家庭啦、人際關係啦，特別是而家社交媒體嘅一啲比較，仲有就係而家 AI 好盛行啦。咁講緊對未來嗰個不確定性。根據中文大學嘅調查啦，咁其實我哋6至17歲嘅青少年入邊有4個入邊咧，至少可能都過去1年都面對過一啲精神健康嘅挑戰㗎啦。但係更加值得留意嘅係問題唔單止係有幾多人有需要嘅，好多年輕人即係未必懂得去表達自己嘅情緒困擾啦，家長同埋呢一個老師亦都未必能夠及早識別。都睇到數據，都睇到有接近一半嘅照顧者可能因為覺得問題未夠嚴重，或者有其他嘅因素，例如污名化、唔清楚支援嘅渠道等等而延遲求助嘅。所以我哋面對呢個核心嘅問題就係青少年精神健康需要上升，但係求助往往太遲啦。所以我哋呢一個計劃 TrueLab 呢個計劃嘅定位就係希望將精神健康教育可以推前由危機嘅介入走向預防同埋早期識別，可以支援到我哋嘅青少年嘅。咁我哋呢個計劃咧，其實就係用一個3維度嘅介入模式啦。第一層，咁我哋叫 Youth Hub 啦，其實就係我哋設立咗全港首個青少年情緒體驗館嘅。sorry，透過呢個青少年嘅體驗館啦，我哋會運用創新嘅科技、擴充實境啦，同埋虛擬實境呢2個科技咧，再加上真人圖書館，提供一啲沉浸式嘅學習。第二個層面，我哋就係喺校園嘅部分入邊啦。喺校園嘅部分入邊咧，我哋會將精神健康嘅體驗同埋課程咧都帶入學校嘅。第3個層面就係社區啦。社區嘅活動展覽、嘉年華同公眾教育都係好緊要去提升社區對青少年精神健康嘅關注。我哋希望做到嘅係一個由學校、社區同埋青少年情緒體驗館一齊建立一個可持續嘅青年精神健康生態系統。我哋點解需要會用一啲創新嘅科技或者我哋所謂一啲新嘅方法咧？固然之傳統精神健康教育係好重要嘅，但係我哋都會見到有一定嘅局限性。好多時精神健康教育我哋會用講座工作坊或者一啲文字嘅信息為主，參加者多數都係被動接收。但係我哋知道對於年輕人嚟講，聽完可能係知道多咗喺認知層面，但係未必真實感受到或者點樣形容。另一個嘅限制就係缺乏咗一啲嘅互動性。精神健康概念就比較複雜嘅。例如可能焦慮、抑鬱，甚至乎思覺失調有一啲幻聽嘅狀況，其實唔容易單靠文字去做個理解。如果一個青少年冇一個安全嘅空間去體驗、反思或者討論，就好難建立到真正嘅同理心或者求助意識。所以我哋 TrueLab 就嘗試回答一個問題嘅，就係可唔可以令精神健康教育由聽變成經歷咧？由知道變成理解，再由理解變成行動。我哋嘗試嘅解答咧，就係我哋會睇到我哋 AR 同埋 VR 啦。其實就可以提供一個安全同埋互動沉浸式嘅體驗環境。對於年輕人嚟講，呢一啲抽象嘅精神健康概念可以變成一個視覺化、場景化，甚至乎係互動。佢哋可以有個環境去安全咁去體驗乜嘢精神健康困擾咧。
咁從而明白精神健康其實並唔係一句唔開心或者諗太多。咁啊，同時間呢兩套嘅科技其實都可以提高個學習動機，因為佢哋係可以主動參與，作出選擇，觀察埋個結果，咁然後再由帶領嘅專業同工，包括有社工、輔導員等等，咁去引導反思，令到個學習模式係更加貼近青少年嘅需要。咁基於呢啲嘅研究了解啦，我哋就建立咗青少年情緒體驗館。嚟緊我會用 YouFab 去稱呼佢啦。咁啊 YouFab 嘅核心並唔係只係科技嘅裝備或者設備咧，而係將一個科技變成個介入工具。透過呢啲工具，我哋可以提供沉浸式嘅精神健康教育，亦都透過引導啦同埋真人嘅分享。因為除咗科技之外，我哋做真人圖書館，一陣間會講解多少少。咁喺呢個部分入邊，再透過專業社工同埋輔導員嘅解說，就將一啲反思轉化為實際嘅情緒管理技巧同埋呢個求助知識。所以YouFab 其實係一個結合科技啦、精神健康教育同埋社會服務專業嘅平台，我哋會睇到。咁喺YouFab 入邊，我哋有3個核心部分。咁呢3個核心部分咧，因為我哋都好着重，其實講緊點樣青年參與精神健康，我哋並唔係單單專靠專業團隊或者單一機構去做到。所以我哋喺呢個設計呢個 YouFab 嘅時候，其實我哋係邀請咗青少年啦、中學生啦，又或者有復原經歷嘅青少年一齊去設計呢個 YouFab，運用翻佢哋真實嘅生命經驗，咁建構翻一個真係貼近青年需要嘅精神健康體驗旅程。咁2個鐘嘅體驗入邊會分3部分，第一部分情緒探險隊。咁呢個情緒探險隊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其實透過 AR 互動遊戲嘅設計啦，我哋見得到，我哋會設計咗4個基本情緒：開心、憤怒、傷心同埋恐懼。喺呢個活動嘅設計入邊，我哋係透過設計一啲學校啦、家庭、社區、青少年常見嘅模擬情景，等佢哋去辨識自己喺唔同情景入邊可能出現嘅感受。我哋有12個互動遊戲，背後其實都結合咗唔同嘅理論框架，包括有靜觀啦、guided exposure 或者一啲非暴力溝通等等。咁喺完成遊戲之後，我哋最重要其實係由帶領者頭先提及到嘅專業同工啦，佢即時做一啲引導參加者整理個經驗啦，同埋提供一啲情緒管理嘅技巧。簡單嚟講，我哋呢部分係希望學生會學識我而家有咩情緒，呢個情緒點影響緊我，我可以有咩方法去照顧自己咧？係啦，咁跟住落嚟，我哋可以睇一睇段片啦。咁如果冇聲，可能就講一講我聽啊，因為我擔心冇聲。會唔會有聲音啊？OK， 好，唔該。大家可以見到，其實學生喺個影片入邊唔係被動咁講或者聽，佢哋係直接參與個遊戲任務啦，即時互動去學習。對於青少年嚟講，咁呢啲嘅遊戲學習係我哋睇得到個成效，係可以降低佢哋對精神健康呢個探討議題嘅距離感啦，令佢哋更加願意去參與同表達。咁跟住落嚟就係我哋嘅第2個部分啦。咁第2個部分我哋就係情緒環境之旅。咁其實係透過呢個虛擬實境嘅科技啦。咁我哋模擬3類嘅精神健康狀況，係香港青少年最常見，包括有焦慮、抑鬱同思覺失調。咁喺呢個體驗入邊，佢哋戴住個 VR 嘅眼鏡，大家如圖睇到啦。咁佢哋會體驗一下，譬如焦慮，會體驗學生喺學校入邊或者社交情景中面對出現焦慮狀況嘅時候，一啲過度嘅緊張啊，身體嘅反應，例如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等等。咁抑鬱亦都會體會一啲感受，可能好低落啊、冇動力啊，甚至乎影響日常功能嘅狀態。思覺失調就更加係比較呢個戲劇化啦，可能就模擬一啲幻聽啊、視覺干擾、思維混亂等等。咁我哋其實非常重視個安全同解說嘅，即係因為喺個體驗過程，我哋都強調並唔係一個診斷啊，因為有啲學生可能睇到我有呢啲狀況，
我會唔會就係有呢啲精神健康嘅疾患啊？唔係嘅，我哋喺呢個過程入邊，我哋會有社工或者專業同工嘅帶領去做一個解説，幫學生去整理翻個感受，同埋強調體驗唔係為咗標籤任何人。而係為咗建立個理解、同理心同埋求助意識。咁跟住我哋都可以睇一睇呢一個係一個呢個係一個抑鬱嘅VR 嘅情景，我哋可以少少嘅認識，係啦。做咩鎖咗門嘅？出嚟食飯啦！食完飯就要食藥啦。咁大家可以睇到，即係呢個係一個中學生去經歷緊一個抑鬱嘅情緒狀況嘅時候，模擬一個情景啦，咁會如何影響佢同即係屋企人嘅相處？咁呢一啲嘅模擬情景之後咧，會由社工去引導佢哋一反齊食思。有問長問短，佢哋都唔明我而家嘅心情。係啦。咁時間關係，我哋睇到咁多先啦，係啦。咁所以喺呢個具體嘅模擬入邊，佢哋會更加理解精神健康困擾對日常生活帶嚟嘅困擾究竟係啲咩？好多學生完成咗體驗之後都會話原來有精神健康需要嘅人，日常生活會面對咁多困難。咁呢一啲嘅感受可能會喺傳統嘅講座較難好快去達到嘅。咁我哋最後一部分亦都係非常重要一部分因為去到呢一部分，我哋由知識層面咧，就去到一個親歷嘅經驗啊。咁精神健康污名化其中一個來源，大家都可能會好清楚，就係社會對精神健康需要人士有好多誤解或者一啲刻板嘅印象。呢啲印象其實真係圖書館，我哋就係用呢個方式去打破呢一啲嘅距離或者印象。喺活動入邊有復原經驗嘅人會成為一個真人嘅書，分享佢哋嘅生命嘅經歷親歷嘅經驗亦都係復原路上嘅一啲反思。參加者即係譬如學生就好似讀者咁去聆聽、交流、提問。咁好重要一樣嘢就係我哋將精神健康抽象議題變為一個真實有人性嘅故事。當學生見到真實嘅復原人士，佢哋會更加明白精神健康困擾並唔係淨係代表一個人失去價值，亦更加願意去尊重同理解看待身邊有需要嘅人。係抱歉係啦。咁再落啦，我哋其實除咗頭先講緊我哋 U-FAP 青少年情緒體驗館之後，我哋喺校園同埋社區都有各自唔同嘅工作啦，係啦。咁喺學校嘅層面，我哋會有精神健康嘅站啦，係啦。咁5間精神健康站啦，同埋一啲頭先即係陳生都有提及到，我哋都會有一啲嘅 capacity building 嘅能力建構嘅部分，培訓青少年啦、家長啦、教師成為嗰個精神健康推廣嘅大使，去支援學校建立更加完整嘅健康網絡。同時間，我哋都將聯合過兒童基金會嘅Helping Adolescents 5 Guide 啦，設計成中學生嘅心理健康課程。我哋都逐步希望可以推廣到教育局會納入呢一個係喺中學嘅課程入邊嘅。咁喺社區嘅層面，我哋都透過唔同嘅專業嘅培訓啦。街站啦、展覽嘉年華啦，同埋一啲特色嘅活動啦，例如我哋同通利琴行舉辦咗呢個青少年精神健康音樂會啦，去推廣呢個精神健康俾社區嘅人士。因為好重要一部分，精神健康並唔係淨係學生嘅事，而係家庭、學校、社區同政策環境都係好需要去一齊去支持先做到。咁跟住嚟，我哋其實呢個計劃可以走到今日啦。咁其實好重要一個原因係跨界別合作。我哋同唔同嘅政府部門，包括社會福利署、教育局或者唔同層面，其實都有好多嘅合作喺入邊嘅。咁而家其實我哋30秒嘅時間得唔？係唔該。咁亦都即係聯同咗超過290間中學啦，我哋都做咗好多唔同嘅服務嘅，係啦。咁去到最後啦，我哋都想俾大家睇一睇我哋嘅成效啦。而家我哋其實已經服務咗超過290間中學同埋21萬嘅人。咁我哋係服務超過一半嘅全港中學㗎啦。咁我哋嘅服務入邊，我哋成效睇得到啦。咁喺個求助嘅動機上面，我哋睇到有明顯嘅上升啦，亦都可以幫助到佢哋去提升呢一個情緒管理嘅技巧。咁最後我哋有一個社會投資嘅回報分享，我哋講緊呢個計劃投入1蚊啦，可以換來叫做港幣3個6毫4嘅呢一個社會價值，係講緊有實質嘅影響喺入。咁最後我哋都會有一啲嘅媒體嘅報道啦，咁亦都我哋都好榮幸可以即係喺本港嘅業界得到一啲嘅肯定啦，咁得到至善獎健康及精神健康界別嘅白金獎，咁都鼓勵緊我哋一路去推廣我哋嘅服務嘅，係啦。咁去到最後啦，我哋都好歡迎同各地北京或者香港唔同嘅業界嘅去交流啦，咁
我哋即係呢度係我哋聯絡嘅資訊啦，係啦。咁有興趣交流嘅，我哋可以稍後時間或者即係私下都可以再聯絡。唔該晒大家，唔 OK，該晒唔該晒，唔該晒 Tyson 係潘先生。咁就係咯，一樣啦嚇。咁我不如將個時間交俾阿大小姐阿米就幫阿 Melody 幫手去講佢嘅 topic 㗎嘛。好，唔該晒，大家聽到我嘅聲係清晰嘅，都聽到嘅。有啲細聲，你嗰你個細聲，我哋話你試下再大聲啲先，而家會唔會有幫助？好啲，而家好啲。好啲，好唔該晒。好，咁就感謝黃教授頭先介紹我啦。咁我就係嚟自循道衛理良政社會服務處。咁我叫戴曉玲啦，但係通常同事都話咗我，又或者頭先即係介紹我咩咁樣啦。咁我頭先不論Tyson 啦或者 Neil 咧都講緊佢哋喺唔同嘅青少年嘅場景入邊咧，點樣可以接觸到年青人，跟住用一個冇咁，我哋好多關於精神健康嘅知識，但係偏偏呢啲知識唔係好幫到我哋去接觸到年青人。我哋用緊好多嘗試創新嘅方法，或者可以接觸佢，讓年青人開始懷疑自己嘅狀況，甚至喺當中佢哋可以分享自己方法。咁頭先呢度介紹緊喺學校入邊啦，跟住Tyson介紹緊，甚至佢哋創立咗一個場景，讓佢哋可以參與。咁我哋呢一部分咧就係我哋本身弱鎮社會服務咧，我哋有好幾間嘅青少年中心同埋有發展嘅工作嘅。咁我哋就嘗試喺當中，我哋做一啲唔同類型嘅關於青少年精神健康嘅實踐。而喺當中咧嚟緊呢10零分鐘啦，我哋就分享我哋入面嘅一啲學習，同埋我哋見到點樣可以喺呢個佢哋喺學校或者屋企以外第三個呢啲生態圈入面，佢哋可以接觸到分享到關於自己啲精神健康嘅狀況，以致佢哋開始慢慢地安全地分享資源，係覺得佢正確嘅咧。咁我哋喺服務入面咧，我哋有見到以下呢啲問題。其實喺當中咧，我哋曾經見過嘅咧，或者我哋覺得艱難嘅地方咧，就係頭先Tyson 都有輕輕接觸到嘅啫。我哋見到就喺今日早啲嘅時間，有唔同嘅學者或者分享嘉賓都分享到嘅標籤嘅效應其實好強。好多時候唔好講年輕人，可能成年人都好怕被貼上有問題呢個標籤，於是去到年輕人佢哋更加艱難去主動合作，尤其是年輕人佢哋喺知識權力上面又好，或者佢哋本身關於青少年精神健康嘅知識嘅認知唔夠多嘅時候，會好處於一個位置就係佢哋只能夠被指導或者被帶去一啲服務，而佢哋好多時都會活出自己喺一個位置，就係去等去尋求服務。我哋當中喺青少年服務常常會聽到一啲狀況，就係我有聽過隔離個同學好似唔係好開心，但係就都唔主動分享，我又點樣揾人幫佢咧？其實我好擔心佢嘅喎，我點樣做好咧？咁以至年輕人不論知識層面或者去到求助嘅方法，甚至模式，佢哋都未必好強嘅時候，我哋希望喺我哋有嘅青少年嘅服務嘅空間入面，點樣可以好好利用呢啲空間？我哋將青少年精神健康再變成只係一啲臨床框架底下先至可以接觸到嘅嘢，會變成一啲佢哋喺佢哋嘅社交或者我哋話喺佢哋嘅社區場所入面可以接觸得到嘅。咁我哋希望我哋等陣分享有呢4個部分啦。第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我哋點樣可以從後少少我哋而家個生態環境可以喺年輕人日常嘅場景入面接觸到佢哋。咁我哋喺中心入面，我哋其中一個計劃就係嘗試用 CRPG 一啲桌上嘅角色扮投入嘅遊戲去接觸年輕人，同埋讓佢哋喺當中可以分享關於自己嘅部分。等陣會再講多。咁你見到最後另外呢3個部分咧，就係我哋希望做到嘅，即係話我哋喺呢2、3年嘅學習入面，我哋都開始見到有呢啲嘅成長或者呢啲轉變。我哋有做到一啲，我哋開始慢慢見到一啲青年主導嘅部分，唔再係專家或者我哋話專業人士，我哋去做主導，甚至我哋去教育，更加多係佢哋點樣去幫我哋手 equip 我哋嘅關於啲 mental health 嘅知識嘅。咁陣又會講多啲啦。另外就係跟住呢一啲推動咧，我哋見到除咗年輕人之外，其實我哋嘅青少年學工咧，亦都有我哋覺得青少年精神健康重要知識都複雜，或者頭先我記得 Tyson 有少少講過嘅就關於精神健康嘅知識咧，其實都有一定嘅複雜性。咁以至哪怕去到青少年嘅工作嘅同工，佢哋都會有呢種
呢種害怕，會覺得可能要好專業嘅員工先至可以做到關於精神健康嘅工作。去到佢哋因為喺工作嘅場所，佢哋會接觸得到有唔同需要嘅年青人，佢哋變成 good to know，即係由 good to know 開始，我哋要去知道要學習，甚至由怕做去到慢慢可以做到。咁我等陣就會分享到。咁喺呢個時候，我哋睇一段短片啦。咁呢段片其實唔係為咗今次sharing 特登去做嘅。咁不過我哋之前有一個 project 嘅分享嘅時候，我哋有做呢段短片，大家可以一齊。你哋睇唔睇到啊？未睇到嘅喎，未有嘅喎，你係咪未睇到？好，未㗎，未㗎，冇㗎。我覺得呢度近年學童自殺個案不斷上升，令人擔憂痛心。部分青少年面對精神健康壓力，卻未能被及早發現。青少年隱藏族是指情緒或者精神狀態處於亞健康、慢性疲勞嘅青少年，佢哋一般不易被校內社工、教師發現，令校方無法識別及提供支援。藝力工作室以多樣化嘅活動作為媒介，讓更多青少年隱藏族群接觸社會服務，並讓他們獲得支援嘅途徑，以表達藝術手法及敘事手法喺家庭、學校、社區推廣有關精神健康嘅信息，為有需要嘅中小學生舉辦精神健康講座同埋班級活動，亦會喺社區進行不同規模嘅藝術展覽以及社區劇場表演。我叫 Angela 啦，我喺呢個中心已經嚟咗2年多啲啦。我覺得呢度嘅活動同我平時參加嘅，即係佢會比較free 啲，就係佢會俾我哋即係跟住自己嘅節奏去做嘢咯。我平時都唔點講開我自己嘅感受啦，見到其他人佢哋咁踴躍去分享自己嘅感受啦，同埋佢哋有時都會喊住咁講自己啲嘢啦，俾到一種感覺就係我係咪都可以講呢？咁樣。我係 Beatrice， 最大嘅轉變就係會真係察覺到自己有啲咩需要啦，原來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啦，會改變到我對好多嘢嘅諗法啦，就發現原來有好多嘢都唔係得一個方向，得一個解決嘅方向啦，或者係得一個角度去睇啦，令到自己係接納更加多嘅嘢啦。我自己以前都有一個謬誤啦，就係覺得點解啲人咁容易爆煲啊，咁容易崩潰啊，咁容易有病啊，係咪因為佢哋抗壓能力太差咧？係咪因為佢哋唔夠努力？咁就原來每個人都有唔同嘅需要啦，同埋佢哋都有唔同嘅故事啦、唔同嘅背景啦，咁就係造就咗而家嘅佢嘅，更加係學識去點樣同呢啲人相處啦，同埋去包容啊、去理解咁樣嘅。Hello， 我係 Ruby， 咁我係有2個14歲嘅弟弟嘅。首先我講下點解我會繼續喺度可以玩咗咁耐，係因為我覺得呢度首先係職員好友善啦，咁同埋喺度嘅環境啦係令我覺得好舒服嘅。導師咧會俾我哋有一個可以傾訴自己屋企嘅事或者抒發自己嘅心情，同時都有一個可以放鬆嚟療愈自己嘅空間嘅。經歷過呢2年幾之後，其實我覺得自己對人嘅包容咧係多咗好多，亦都係對自己係會寬容啲啦，明白到好多嘢其實未必完美嘅。學校好，頭先有半度咧有唔同嘅朋友做分享啦。咁其實呢啲朋友佢哋本身都係喺計劃入面，佢哋有參與嘅。你要大聲啲唔該嚇。好，咁咧參與過好多唔同嘅活動嘅。頭先有最主要嘅一個部分咧，我哋喺個上面咧，我哋就有你話桌上嘅角色扮演遊戲啦。遊戲其實一啲都唔新穎嘅。當我哋講話我哋用創新嘅方
其實呢啲一啲都唔新穎嘅，唔新穎嘅地方在於本身呢一啲活動喺唔同嘅中心都有發生嘅，而喺我哋中心，我哋嘗試用呢樣去做精神健康活動嘅時候，直接我哋就會期望住咧，希望可以透過佢哋由參與去到慢慢佢哋共建，由佢哋去參與呢啲劇本啊、遊戲啊，去到佢哋去嘗試咧，佢哋去建立呢一啲劇本，而喺當中咧，我哋話我哋用到敘事嘅方法啦，就係佢哋喺參與嘅時候，佢哋都會嘗試去睇自己有一個咩角色去參與。咁喺呢一啲少少嘅嘗試底下，我哋見到啲年輕人佢哋有唔同嘅地方可以參與，佢哋可以建立，甚至佢哋可以去到帶領嘅時候，成個關於精神健康嘅架構唔再係我哋同時我哋去帶佢俾佢哋，令佢哋開始建立，到底喺年輕人佢哋要討論精神健康，甚至佢哋去要帶領其他人討論嘅時候，佢哋着重啲乜？而喺呢啲着重入面，你哋頭先見到咧，其中一個女孩子嘅分享，即係 Beatrice 嘅分享，佢哋係我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嘅成員啦，因為佢正正就係參與咗咁多嘅唔同嘅部分。咁佢當中會講到就係佢能夠開始明白，點解分享係重要之餘，就係佢係可以用乜嘢方法去理解別人同埋分享。以至我哋開始見到精神健康唔再係我哋同事學識嘅一啲專業嘅知識，而係年輕人都話緊我哋聽，我哋成日話啲在地嘅聲音或者經驗係點樣可以融入喺當中，以至我哋再將呢一啲知識去推展過去，去俾其他嘅族群嘅。我哋等後少少會講多一啲啲啦。跟住第二個部分，我哋見到咧唔止年輕人嘅轉變嘅，我哋最喺呢個分享入面最想講嘅咧就係我哋青少年同工嘅轉變。我哋見到咧，我哋青少年同工咧唔再只係企喺我哋覺得精神健康嘅工作，因為我哋係一個general 嘅青少年服務啦。意思其實唔同類型嘅青少年都會入嚟。咁我哋有時都會幾容易咧分辨緊有特定需要嘅，我哋揾翻特定嘅服務嘅俾呢班年青人嘅。咁當我哋喺個場景入面 accommodate 緊唔同類型、唔同需要嘅年青人入嚟嘅時候，同時開始發覺佢哋有一啲年青人會開始同佢哋分享佢哋自己嘅精神健康狀況又好，或者佢哋一啲困擾，佢哋開始覺得我要識多啲啦。意思呢個狀況就係佢哋有覺得呢啲係要轉介，甚至係需要特定專業同工先可以處理嘅一啲狀況。佢哋開始留意到自己可以參與嘅部分，而呢個參與嘅部分想參與嘅部分讓佢哋變成一個學習嘅動力。一個最簡單嘅例子可能好容易俾人明白。喺我哋呢一類嘅小組當中，總會不斷出現有年青人透過 TRPG 開始講喺劇本裏面發生嘅事，我日常場景開始發生。而喺我日常場景發生嘅時候，又我唔知點算，或者喺我身上發生嘅事，我經歷緊邊啲艱難。因為喺 TRPG 嗰個安全啲嘅空間，佢哋分享完之後，其實我哋同事除咗帶領住佢哋睇，我哋話用敘事嘅方法讓佢哋睇，佢哋帶住啲乜嘢資本或者能力，甚至優勢去面對自己生活之外，我哋都要承載佢哋。同時好快就會喺呢啲小組完嘅之後，不斷揾唔同嘅同事一齊討論點支援。其中一個例子就係我哋發生過有年青人我哋有唔同情況嘅一啲危機情況出現，佢開始同唔同中心唔同嘅同事去分享嘅時候，我哋同事都開始一齊去幫佢討論，甚至我哋開始好快地建立緊我哋喺面對呢一類危機嘅時候，成個 protocol 應該要點處理。而同時因為係一路學住做住學，亦都變得讓佢哋更加掌握到底精神健康喺年青人身上到底要點處理，甚至點樣最後1分鐘。好，咁就所以喺呢一個咁實務嘅環境咧，令到不論青年好或者我哋嘅青少年工作員，佢哋都好似喺個練習場度不斷建立緊更加solid、更加實在嘅精神健康嘅知識同埋一啲介入，甚至去我哋話 contain 嘅一啲方法。咁而且呢個唔再係一個我哋話純粹專業嘅部分，而年輕人係同我哋一齊去共建。咁共建我哋會有好多輸出嘅，喺共建底下我哋有啲輸出，頭先有見到啦。我哋有啲公眾嘅教育藝術展覽唔係我哋自己去分享我哋嘅工作經驗，更加多係年輕人分享佢哋嘅故事，入面有啲乜嘢佢哋覺得喺青少年嘅精神健康入面係重要。一人一劇場啦，佢哋帶住佢哋嘅故事去到社區入面，同唔同嘅人邀請佢哋分享故事，希望喺故事當中更加一齊去理解精神健康嗰啲困難成長嘅歷程，甚至美好嘅地方喺邊度。咁我哋好自然，我哋一有計劃好多啲分享，我好肯定呢個或者Tyson一定有好多啲分享。咁更加重要就係喺
社會工作培訓入面唔再淨係由社工專業同事去培訓，我哋都帶住我哋年青人去培訓我哋嘅社工學生。咁我哋希望就係、我哋成個生態圈開始有呢啲唔同，我哋話好啦，我中心諗差唔多啦，好唔好啊？有機會好啊俾你改變空間好再分咁我哋享就等陣一齊講下點樣可以讓年青人成為呢個共同改變嘅創作者。咁我哋喺度分享嘅時候，即係討論嘅時候，一齊分享。OK，我話唔該晒三位講者嘅分享，各有各精彩啊！其實即係唔同嘅部分嚇。我其他同事可以問問題好嘛？你哋寫入嚟啊！如果見到嘅話，麻煩你話俾我聽下。如果有嘅話嚇問題，咁喺第一個，我想問翻三位同事嘅咧，就係其實你哋喺度講嘅時候。譬如我聽埋其他講者啦嚇，有啲講者就係話其實喺青少年佢嘅精神健康嗰個問題上面，其中一啲咧就係因為關於喺面對壓力嘅時候咧，佢嗰個 self identity 嗰個 development 嗰個 change 嗰度咧出現咗啲問題。咁有啲人咧就係覺得咧，其實可能係唔夠 knowledge about 即係咩叫精神健康而產生一啲嘅問題。咁你哋中間咧，亦都講緊可能佢哋喺某一啲嘅某啲位，譬如係講緊佢哋一啲體驗性嘅嘢嚇，缺乏咗一啲對一啲嘅健康嘅精神健康嘅藝術嘅體驗性嘅嘢，有啲可能同佢哋嘅情緒嗰方面嘅問題。我想聽下你哋咧喺你哋嘅經驗裏邊，你哋覺得你哋認為最影響一個青少年喺你哋嘅角度裏邊，嗰個核心嘅問題係喺邊一度而產生到精神健康出困難？我任得你哋講。我開始先，跟住我嗰邊度喺同埋 Tyson 有唔同嘅場景，會見到唔同嘅狀況。喺青少年服務入面咧，我哋特別見到頭先我哋有 highlight 過嘅，就關於好低嘅求助動機。咁嗰個好低嘅求助動機嘅開端多啲咧，係佢哋唔係好有一個場所覺得能夠安全地分享自己一啲情緒狀況。安全嘅意思係佢覺得分享完，別人能夠承載得到。咁尤其是年輕人有呢份艱難，咁唔去到好病態嘅狀況，只係開始有一啲 distresses，我哋話嗰啲困擾嘅時候，已經讓佢哋艱難嘅時候，就變得好多呢啲累積。咁可能喺呢個同 Tyson 入面，佢哋都會有類似嘅部分見嘅。Tyson 啦。咁我都好認同戴女士講嗰樣嘢。咁我諗其實如果話，因為香港青少年精神健康面對嗰個問題，其實都真係我諗都好難用一個單一性去講話邊一樣係最關鍵影響，因為我諗好複雜嘅即係一個閉環啊。我覺得可能有時候即係好 common，我哋會提到其實即係學業嘅壓力啦、家庭嘅壓力啦，咁亦都會有人際關係嘅壓力。咁同時即係呢啲壓力導致可能會出現一啲嘅精神健康困擾嘅時候，佢哋願唔願意求助係一個即係佢哋個應對技巧，我哋希望去提升到嘅。但係翻去嗰個根源嗰度，我諗除咗呢一啲我哋成日都會提及到嘅關鍵性嘅影響咧，我諗而家係嗰個社會不穩定性。頭先我有提及到我覺得係有幾類好關鍵嘅即係個青少年個出路啊，呢個第一。而家即係我哋避唔開 AI 嗰個嘅影響㗎啦。坦白講，任何行業咁喺我哋呢一個年代嘅時候，我哋自己呢一輩位係啦，都仍然可以即係我哋完成咗個大學嘅課程，我哋嘅路向係比較建構得清晰即係可能即係完成咗你中學，完成咗大學，你at least 你都有一份工作，基本上但係喺而家嚟緊嘅年代係講緊 AI 可能取代好多嘅工作變相導致青少年嗰個出路好狹窄，你可能都會去傾向即係冇咁多元，就係我邊一啲工作未必會被 AI 取代啦。即係呢個我諗都係其中一個位係導致青少年我點樣去適應我嚟緊嘅社會，我嘅發展即係喺中學嘅時候，因為係關係係一層扣一層我喺中學入邊應該揀啲咩科啦，
喺香港，我諗喺內地更加係嘅。喺內地嗰個競爭性更大啦，用係卷嗰個字眼啦，係嘛？即係我哋喺香港留意到好多學生其實喺內地內卷得好犀利啊，嚟咗香港，其實佢哋係碾壓緊本地嘅學生嘅學習嘅能力。好啦，咁即係喺可能唔同嘅即係同學嘅背景之下，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個社交媒體嗰個壓力啊，即係而家姑勿論係即係我哋睇到你家庭背景好優厚嘅，又或者係一啲基層嘅家庭嘅，其實兩個家庭背景嘅青少年都有好大嘅壓力。喺好優厚嘅背景，我哋可能覺得冇乜問題啦，你咁多支援，但係我哋會睇到咧，喺我哋臨床經驗睇到，其實係佢哋嗰個比較嘅程度會更強烈嚇，因為可能佢個朋友即係我舉個好簡單嘅例子，佢讀緊一間名校個名校出邊已經全部都係名車羅列喺度去接放學嚇，咁嗰個壓力係即係唔淨止係講緊喺同學之間啊，係家庭嘅比較，係同父母嘅張力等等呢啲即係喺社交媒體嗰個而家嘅盛行之下，我哋好容易接觸到。喺香港就即係趣啦，係新興嘅啦，即係 Instagram 啦。喺內地亦都小紅書各樣都好盛行。喺呢啲比較即係又舉個例，藍鯨嘅效應又會出現即係有好多唔同嘅狀況。所以我諗係喺我哋傳統，我哋喺香港會面對嘅一啲競爭性嘅壓力之下，而家係更加多我哋不穩定性嗰個狀況嘅出現嚇，無論 AI 出爐定抑或係真係好多嘅社交媒體嘅出現嚇，咁我諗呢啲都會導致到我哋青少年嗰個困擾挑戰喺度。咁喺呢啲狀況之下，我諗更加重要就係即係頭先即係我好認同即係 Leo 頭先講，即係個抗逆力啊，係啦，即係點樣係即係 internal 去 build up 佢自己個 self 咧？可以喺呢個咁不穩定嘅環境、社會發展之下，佢可以站立得穩，知道自己嘅位置咧。咁對於佢精神健康，我相信都會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啊。唔該晒。阿 Neil，陳生。啱啱即係 add on 係即係 Tyson 啊同埋阿米嗰個講法裏邊咧，就係我哋可能都會睇即係同學仔去承受唔同嘅 stress 啦，即係頭先譬如 Tyson 話 AI 啊、未來啊或者佢哋點樣睇佢嘅出路啊咁樣但我哋另一方面就係當有呢啲其他外在嘅壓力嘅存在嘅時候咧，即係我哋都會諗就係同學仔佢有幾見到佢身邊自己個 strength 啦。即係我頭先一路聽我哋三位嘅分享，我就諗緊其實我哋個共通嘅地方就係咧，我哋都係不斷去標緊同學仔有一個安全感、一個安全嘅地方。可能阿米就係嘛，即係社工學校嘅同事身兼細作，日日喺學校駐校嘅，佢哋有啲咩佢可以嚟到學校嘅社工。Tyson 就係我哋喺 community 裏邊有個 hub 如果佢哋即係返學唔開心，放學可以過嚟，咁有地方去講。我哋就係即係希望透過我哋嘅 program，我哋去capacity building 嗰部分去 strengthen 啲老師佢哋日日見嘅，希望可以有啲咩佢哋亦都覺得身邊嘅朋輩老師係信得過。我諗即係如果問我咧，我覺得而家同學仔要面對去尋找一個安心、信任、安全感，即係無論呢一份安心、信任、安全感係嚟自個 community、家庭、朋友定係學校咧，即係其實呢一個咧係都幾影響佢哋個精神健康嘅。有啲同學仔可能家庭係好困難嘅，但係佢有佢身邊好好嘅朋友，都一樣係可以即係個抗逆力係好好咁樣去即係面對唔同嘅挑戰。但亦都有頭先 Tyson 講就係話，我屋企係好優厚嘅條件但係佢亦都面對一啲困難佢就睇下佢有冇身邊朋友係可以講得到，去明白佢屋企嘅情況。大人日日見嘅老師會唔會都知道佢有呢啲嘅困難？咁所以我諗外在嘅壓力因素係一定有嘅。另外一個就係究竟佢哋自身或者佢哋去揾呢啲信任嘅時候容唔容易？咁我都所以更加珍惜即係有呢啲嘅機會咧，同大家去交流咧。就係有時候我哋去見同學嘅時候，我哋知道呢啲嘅地方，原來你喺有個community hub，或者原來你喺學生喺學校社工嗰度，你得到呢啲支援，我哋講得出咧，其實俾佢
感受到嗰個支援係strengthen 得好緊要嘅。佢會覺得唔同嘅 professional 喺後邊其實係 work on 緊嘅。雖然我喺個 hub 度做緊呢啲嘢，你講得出你有呢啲嘅經驗啊，係咪啊？你喺嗰度玩緊呢啲嘢啊，係咪啊？佢會覺得好似你哋都係一班人喺後邊去 support 我，就算你唔係即係成日見都好，佢就會覺得大家係一齊去做緊嘅。咁我哋見到佢會好放心繼續去即係投入呢啲嘅 service，繼續喺嗰度即係依賴唔同嘅活動又好，或者繼續去進行唔同嘅活動，咁都係我哋即係都我自己有少少嘅感受就喺呢度啦。或者我再問多一個問題，喺嗰個服務 intervention 嗰個過程裏邊，究竟乜嘢嘅重點係令到一個青少年會產生到嗰個正面嘅改變嘅咧？嗱，IT 嘅嘢、AI 嘅嘢，俾佢玩做嘅，透過佢哋自己去即係參與喺裏邊去嗰個部分，亦都係嘛？咁其實係乜嘢 element？可唔可以具體啲話到俾我哋聽？係乜嘢 element 所以產生到嗰種嘅改變出嚟㗎啦？我分享少少先啦，係啦，咁就我諗喺我哋個工作經驗入邊咧，特別是可能喺 TripLab 呢個計劃入邊，同埋其他青少年服務入邊睇到咧，而家青少年嗰個自主性其實係越嚟越高嘅，我哋睇到即係喺香港我哋講叫 Gen Z 啦，係啦，Gen Z 其中一個特性咧，即係係啦，C 世代係啦，其中一個特性就係好重視自我嘅意識同以往個年代有唔同嘅。以往年代係即係我哋都會好你講俾我聽，我就聽，我就做因為可能我哋資訊冇咁多冇人比較。咁喺呢個特性之下咧，其實我哋睇到喺個服務入邊好關鍵一樣嘢就係點樣將精神健康呢個議題係讓到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嘅青少年係覺得同佢哋有關係，有關係之餘，亦都係佢哋有份參與咁所以我諗喺呢個部分就係我哋會好着重個青少年嘅共建讓到佢哋其實係透過喺我哋嘅服務入邊唔同嘅界別層面。我舉個例，即係頭先我哋提到青少年情緒體驗館，其實喺個誕生嘅過程，未誕生嘅時候，佢哋去參與喺入邊。如果係你去認識精神健康，究竟你係需要啲乜嘢？好需要好玩啦，需要冇壓力啦，需要安全啦，需要貼近佢哋嘅方式啦，等等呢啲佢哋會提出到啦。咁去到喺入邊嘅時候，就係佢哋會唔會有機會參與？即係我舉個例，即係體驗館呢個部分，其實我哋除咗社工專業同工，我哋都 train up 咗一啲 youth 嘅leaders，佢哋去帶呢個 hub 嘅即係佢哋係喺帶領入邊，佢哋亦都係相得益彰。除咗參與者佢哋可以服務到之外，係佢哋會更加加深佢哋喺個認知態度或者行為上嗰個轉變，我哋睇得到。咁所以我諗簡單舉一個例子，我覺得喺喺個服務上面係點樣拉到青少年入嚟喺個精神健康度即因為對應緊嘅就係佢哋願唔願意去接觸個污名化可唔可以處理到，乃至到真係即係 touch wood 即係佢哋真係面對緊一啲精神健康挑戰嘅時候，佢哋就會願意去求助因為我諗越早嘅求助係越幫到我哋嘅青少年我哋睇翻即係而家個數據睇到，即係真係都唔係13、14歲啦，已經小學啦。咁我哋睇到其實即係升中適應即係阿 Leo 嗰邊都有做緊，呢個係一個好關鍵一個位咁所以我少少總結就係即係個服務上面點樣係由青少年嘅角度出發，佢哋可以 engage 喺入邊咧，咁我覺得係一個關鍵。同青少年嘅角度出發，參與喺裏邊OK，其他兩位，我可以講就係即係青少年嘅角度都係啦。另外一樣嘢就係有一個青少年嘅特色，亦都係推動住我哋嘅服務咧，就係
如果要由佢哋嗰出發咧，佢哋係不斷去轉變嘅。譬如我哋做頭先見到我哋個展覽啦嚇，我哋話啲同學仔主導，咁我哋一開始見都會問下你哋對我哋嚟緊呢個展覽喎，大家其實個諗法係點㗎咁樣？好多時大家諗到就係由第一日開始講嗰個 idea 係即係同學仔自己傾得好開心嘅嚇。咁我哋啲社工同事OK 好咁，去到最尾一定唔係嗰樣嘢嘅，因為嗰幾個月裏邊係發生咗好多嘢喺個網絡上面，喺佢哋同朋友嘅相處上面，喺佢哋學校嘅經歷、屋企嘅相處，又係好多唔同嘅嘢係發生咗。而佢哋即係如果當話我哋喺帶同學仔去主導呢件事嘅時候咧，就係會有即係轉變。而我哋會覺得我哋自己同事之間傾偈會覺得啲同學仔又教咗我呢樣，教咗嗰樣。另外，反而呢啲就係嗰個所謂 active ingredient，就係其實唔係佢教，係佢覺得呢一樣嘢就係當下佢最需要、最想話俾人知、最覺得有價值嘅嘢，或者最困擾佢最關心嘅嘢。咁我諗即係如果話嗰個有啲咩嘢嘅 intervention，無論用咩嘅形式都好，就係點樣可以喺佢哋可以承載到佢哋嘅呢個轉變咧？其實對於我哋唔同嘅計劃嚟講都係緊要嘅，係啦。OK，唔該晒。OK。嗱，我想再頭先由 Tyson 開始講 co-creation，跟住去到佢哋轉變當中，我哋不斷都承載住同埋承接住佢哋呢啲轉變。其實我另一件事我哋見到嘅我哋好頭先一路分享咧，我哋好留意到或者好見到年輕人佢哋自己本身嘅優勢，which 本身年輕人咧自己未必咁容易見到。咁而我估喺我哋嘅部分，我哋作為叫大人啦，身邊嘅專業人士，我哋見到嘅時候，能夠讓佢留意而有機會發揮。其實我哋建立緊好多唔同平台，讓佢發揮自己呢啲優勢，而佢哋開始建立到喺呢優勢入面，佢見到自己嘅身份或者位置。咁係一啲我哋見到由其實以前一路 conceptually 我哋都講緊點樣建立 identity。我哋只係不斷建立緊平台，讓佢呢啲 identity 可以出現。咁而家嘅平台係多咗好多共建嘅元素喺入面，或者我哋成日講緊青年人嘅聲音。因為現在佢哋嘅個人主義比較強烈，但係個人主義同期佢哋唔係唔理，唔係唔需要別人認同緊佢。咁而我哋呢啲平台正做緊呢件事。咁所以喺身份建立嘅時候，我估我哋呢啲平台就做緊呢啲事情。係喺你哋三位講嗰個過程裏邊咧，其實有兩個字咧，係我都經常聽到嘅，或者正式聽到啦，或者你喺字裏行間所表達嘅，就係嗰個經驗或者體驗呢兩個字。你哋點理解咧？你嗱幾位都有講到嘅，其實咩叫體驗咧？喺青少年裏邊嚟講，呢個體驗係代表緊啲咩嘢？佢產生到啲乜嘢嘅作用咧？我可以講先啦。我覺得即係我哋有講體驗經驗就係俾同學仔透過無論乜嘢形式活動去都好咧，即係佢哋可以想像到或者佢哋感受到自己有唔同嘅可能性嚇。因為頭先我就算講即係話我哋喺一啲學生即係佢哋學生大使，我哋會見到即係就算學生大使嘅計劃嘅都好，我哋有唔同嘅形式嚇，有啲係展覽嘅形式，有啲係拍攝嘅形式，有啲可能係即係透過有真人圖書館去分享嘅形式。點解即係同一樣，就算學生大使都會有唔同嘅形式，就係因為即係同學去理解自己嘅精神健康，或者去理解精神健康呢個概念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嗰個每個人嘅理解都有啲唔同嘅。有啲同學仔係中意透過聽睇咁樣嘅，有啲咧係中意自己試過或者同真人去互動咁樣，有啲係中意比較文藝啲嘅，佢中意影咗相用文字嘅方式，有啲開心玩咁打下機咁樣嗰啲，咁佢去 Tyson 嗰度就好開心啦咁樣。咁呢啲就係佢哋有佢哋嘅形式，但係無論佢哋用咗啲咩形式都好，最尾佢哋覺得原來我係可以去推廣或者去認識精神健康個理解係可以去到呢個嘅深度，或者我可以知道呢啲嘢，或者我可以將我知道嘅呢啲嘢去帶俾其他同學仔去照顧到其他仔。呢個就係俾佢哋知道嘅可能性，甚至將呢個概念係即係多過精神健康嘅，就係佢從唔同嘅活動裏邊佢個經歷就係佢點樣去影響到其他人啦，或者係佢點樣去完成一個活動一個籌備咁樣。咁呢啲咧都係佢見到自己嘅唔同嘅可能性咧，可能就會即係
令到佢哋慢慢即係更加去投入個活動啊，或者見到自己嘅頭先講話一啲強項啊咁樣咯。其他兩位咧？我最快，你頭先問起體驗嘅時候咧，我最快諗緊佢哋年青人啊，尤其是最容易經歷嘅學習咧，就係單向嘅學習。我哋教你啦，嚟聽啦，坐住聽啦。咁以至體驗式純粹活動嘅設計底下，體驗式係讓佢哋真係能夠內化佢經驗到啲乜，以至佢哋內化到我入面其實我覺得乜嘢係重要，而佢哋好似頭先呢度所講，我因為呢份重要，我會再將呢份重要帶往後，不論同人分享各樣。第二就係呢個只係純粹形式上面點樣容易讓年輕人參與。我覺得第二就係呢個係我喺工作上面我相信嘅部分，就係有好多我哋透過話俾你知嘅地方或者事情，呢個係喺理性層面你知道嘅啫。而體驗對於年輕人特別容易或者特別重要嘅就係喺體驗入面會有情感，會有情緒出現。而年輕人咧其實佢年輕人唔係情緒主導，但係佢情緒豐富嘅，佢喺情緒嘅經驗上面喺呢個年紀係特別多嘅，以至會推動到佢哋會再向前行一啲。咁所以我又覺得喺體驗或者經驗呢個部分喺青少年工作入面嘅重要性喺呢兩度咯。睇下 Tyson 仲有啲咩補充？兩位其實都講得好重。亦都係我自己內心個諗法。我少少一個位啦，就係我諗體驗嗰個重要性係在於打破咗青少年或者可能好多人對精神健康嗰種迷思或者刻板印象啊。因為體驗就係一個直接嘅接觸啊，即係透過具體嘅接觸，佢哋可以即係唔係淨係停留喺一個知識層面，或者佢哋平時接觸開嘅資訊嘅部分，而係一個活生生嘅人，可能就喺你面前。咁佢就唔淨止係知多咗啦，佢係行埋出去，有個真實嘅互動嚇。咁呢啲就可以令到學生或者參加者可以重新去思考自己對過去精神健康嘅睇法係咪真係如自己所想咧？咁我諗呢啲就減少一啲污名化，增加啲同理心，咁對我哋嘅學生或者社區嘅人士，即係有一個更積極嘅作用。係我見到有問題係啦，咁所以有問題啊？哎呀死！我都冇睇到添，感謝你啊！感謝你哋分享十分實用。想問下咧，點樣可以協助到青少年人咧覺醒同埋平衡喺參與 AI 或者咧社交媒體與人虛擬互動時咧產生個半社交？我唔係好明白的利與弊。好，我諗阿 Tyson 應該知嘅。係，咁我諗我嘗試回答阿 May 係啦，呢個提問咁我諗首先喺 AI 嗰個部分，我哋要承認，即係可能嗰個我嘗試理解嗰個半社交互動係咩係啦。咁但係我諗緊就係嗰個半社交互動可能係即係喺個 AI 嘅角色，佢雖然個角色係假嘅，但係佢互動嘅內容可能係好類似人嘅情感嘅表達啊，或者各樣。咁如果阿 May 我理解得有唔係呢個方向，你可以糾正我。咁所以如果我咁樣理解嘅時候，我會覺得係青少年其實同 AI 啊或者 KOL 啊其實好類近嘅，即係 KOL 啊偶像一啲好有距離嘅人即係或者一啲虛擬嘅朋友建立一啲情感嘅聯繫嘅時候，其實有時帶嚟嘅一個好處係一個陪伴啦、情感嘅出口啦，甚至乎一啲身份探索。即係即係可能喺日本或者有啲國家即係我要同呢個虛擬嘅偶像結婚即係都會有即係一啲情感嘅表達或者一個關係建立。咁但係呢個部分上面咧，其實雖然話真係可能會建立到啲關係，但係問題有時我哋都會見到，因為有唔少研究都講緊啦。當青少年即係或者當我哋人啦開始將 AI 或者啲虛擬互動變為一個主要或者甚至係唯一嘅情感支援咧，有可能就由幫助嘅陪伴變為一個情感依賴。你嗰個依賴其實可能會導致你往後真係同一個真實嘅人個互動咧，其實係可能有啲割裂嘅，因為即係大家知道 AI companion 而家其實好盛行咁，但係其實有好多研究都講緊 AI companion 短期係可能有助一個人嘅情緒狀態或者一個社交狀態，但係長遠其實都會有佢嘅局限，亦都有佢嘅弊端啦咁
咁我諗呢個其實係要平衡，所以我諗翻我哋服務嗰個部分去睇啦。其實我舉個例，其實 TrueLab 其實嚟緊都會發展 AI 嘅嚇，但係我哋會定位 AI 呢個部分為一個輔助嘅工具啊，即係譬如係一個評估嘅工具，而唔係一個即係 counseling 嚇或者一個 companion 嘅工具。因為到而家其實我哋都係要好謹慎呢樣嘢，但係 AI 有佢好處。佢好處佢嘅邏輯運算好犀利，可以協助到我哋去做一啲評估，但係一個協助嘅性質咯。我咁樣去理解。OK，好，係啦，我少少好，回應。因為時間關係，仲有兩個問題。點解年青人嘅情緒會咁豐富嘅咧？係咪就係你哋所講頭先話，其實環境好多變啊嘛，變得好犀利，咁佢啲情緒咪好豐富咯？即係我大概咁樣理解嚇。OK，請。係，因為我頭先指嘅關於情緒或者情緒嘅波動又好，或者情緒嘅反應會特別大咧。其實正正就喺青少年期咧，係呢個學術嘅事情咧，就係 biologically 我哋個荷爾蒙係會讓我哋關於情緒嘅 sensitivity 係會高啲嘅。咁呢個波動以致我哋嘅除咗感受上大咗之後，其實我哋反應都會大咗。即係最直接，我哋成日話年輕人呢段時間青少年期嘅風暴期嘛。個風暴係來自於唔單止係我哋覺得接觸佢好風暴，好難應付。我更加多對年輕人嚟講，佢自己都未必好掌握。點解我一時喺呢件事上我咁大情緒、咁大反應，而往後就係我再要喺logically 或者 cognitively 我要明白嘅時候，又係另一陣嘅功夫。咁所以我指嘅正係呢樣。咁當然亦都有頭先 Daniel 提嘅，而家環境嗰個改變，頭先 Tyson 講嘅 uncertainty 都讓要面對一啲咁多元多改變嘅環境嘅時候，我哋都會有嗰份迷失，而喺當中嘅情緒波動又會再強烈啲咯。OK，陳生，我諗好快就係同學仔個情緒嘅多變係係啦，即係頭先講話 biologically 又或者佢外在嗰個即係環境啦。但同一時間就我哋嘅工作就會即係同同學仔一齊去欣賞下，其實呢個情緒好豐富嚇，唔一定係我哋好想去即係令到佢個情緒好平穩或者點啊，而係佢點樣可以欣賞到呢個情緒背後嘅一啲功能嚇，或者容讓自己即使情緒有上有落都好嚇，其實佢點樣去同其他人相處，點樣令到自己有呢個豐富嘅情緒嘅時候，佢自己個狀態都係舒服嘅，咁都係一啲我哋同同學仔一齊去傾嘅時候嘅一啲方向咯。OK，仲有少少問題，不過我諗我哋就冇時間可以即係解答晒。咁譬如咩叫做污名化啲咧？大家有機會可以抄下啲書咧，可能睇得到啲概念係啲咩嘢。咁呢啲我哋暫時冇時間講。不過喺你哋成個嘅分享裏邊咧，有幾個字係好令到我想俾大家留俾大家嘅。第一個就係青少年嘅工作係 focus on strength empowerment。好多嘅體驗，同埋青少年嘅工作裏邊講緊嘅係我哋能唔能夠真係了解到佢哋嘅需要，亦 address 到佢哋嘅需要，同埋喺過程裏邊有個 involvement 同埋 co-creation 喺裏邊。我將呢啲嘅總結帶翻俾大家，好嘛 ？OK， 謝謝三位，非常非常多謝你哋三位嘅內容同埋分享，好有意思嘅一個即係時刻咯。因為時間關係，大家都要食飯，咁就2點鐘要趕翻嚟，要再聽啊咁樣樣。好，有機會希望我哋有機會再多啲嘅分享，好嘛？謝謝三位，謝謝三位，多謝黃教授，多謝大家。OK，非常感謝黃教授的精彩主持，也多謝3位嘉賓帶來的寶貴前線經驗分享，讓我們看到理論與實踐如何結合，為香港的青少年提供支持。好，感謝各位講者和主持人在上午帶來的精彩內容。我們上午的議程到此結束。現在